繼續啦，第15題。咁頭15題呢，希望大家都有把握。咁呢度呢，就最後啦。咁B、C、D、D、E 係16，然之後佢就話直角。OK，我哋要計 A、B、C、D、E 嘅面積。咁其實冇他嘅啫。咁我哋將佢填翻先。OK，嗱，我哋將佢咁樣填翻之後呢，你應該要 feel 到呢，其實 B、C、D、E 呢係個正方形嚟嘅。OK，咁然之後我哋可以做啲咩呢？咁我哋呢要嘗試用填補法啦，16乘16減翻個三角形嘅啫。咁三角形點計呢？佢話俾我哋聽呢兩條邊一樣啊嘛。咁我哋用畢氏定理咯。咁兩個加埋就係16嘅二次。嗱，兩個 x 二次係256，你唔好約晒啲二次啊，咁樣唔啱㗎。OK，冇得約嘅，除以 x 二次係128，所以 x 係開方128。如果你頭先一開始約晒呢，你就會錯咗㗎啦。咁所以呢，你知道呢條邊係幾多啦？咁最尾你要計埋個五邊形嘅面積，大嘅正方形減翻細嘅 ABE 三角形，底乘高除2，咁開方128乘開方128應該會係128嚟嘅，除翻2係64，最尾再相減呢，應該會計到答案係 C 192。